美国 Starbucks 200多间门市伫16个时至16红白日这一天发起罢工。红白日这天，意思是 Starbucks 会送民众环保杯啊，来用环保杯啊来底咖啡，可以当互你啉甲饱。所以伫这一天，员工拢真无闲，无闲次次就准煞，啊毋过等上久，搁爱互人客骂。No coffee。纽约市星巴克员工伫咧年度上重要的促销活动红白日罢工一天。伫即天，美国星巴克有超过200间的门市员工罢工，要求改善人力的安排甲工作环境，抑个加薪水。Red Cup Day is a notoriously difficult day for Starbucks workers because they're asked to do the work of like 4 other baristas at this insane speed. 红白日活动，星巴克免费送环保杯予人客，而且在你啉，互你啉到开。员工毋但是下性命煮咖啡，抑佫会互一寡等袂赴的人客骂。根据零售情报公司 Press.AI 的统计，2022年红白日即天，美国星巴克门市的人客比前年每天平均量增加94%。We're just really tired of overworking ourselves. 星巴克讲，伫咧美国的门市16即天有营业，有几多10间门市加一寡员工参加抗议，不过即寡门市也是有超过一半早期有开。红白日罢工是星巴克员工自2021年年底伫纽约水湖城一间门市成立工会以来第5遍大规模的劳工行动。不过罢工对星巴克的销售影响无大。2023年的年度一直到10月初1的统计，星巴克的营收成长12%，达到创纪录的360亿美金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。